各位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我是综艺圈阿球妹，大家就知道阿球妹我是苗栗人，我从小到高中就一直待到苗栗，不过太好以后我就来到台北读书，生下来就唔点用嘅就继续待到台北，这条路也掉。不过对于当到像我安样苗栗人，也是讲待到下乡下嘅人，后生人来讲，家头就会知道以前爱到爱种去打拼，爱种去做些像人做挺好嘅样嘅。不过今日节目当中，我同大家来分享一个沙皮企业，家头行到苗栗大兰嘅松联社区，还个系一群新生同学生嘅家头乡下，希望唔但抢做得攞呀大兰嘅太理哦，还做得增加农民嘅收入，还做得来投入也偏向嘅教育。总嘛个一个太理做到按到事情哦，今日节目当中就要来同大家来分享哦。谢谢大家来分享今日节目地度邀请到嘅来宾，先来分享啲松联社区中太理嘅邱立群邱太哥分享。主持人、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邱立群，请欢喜今日来到聊行。好，分享邱太哥来到节目当中哦。接下来还有另外一位来宾係中原大學企業管理那個李明燕副教授，歡迎。大家好，我是中原大学企管系的老师李明业，很高兴来到这边。好，也欢迎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首先，我就要来问一下老师，这个双联梨它其实是一个品牌，你们经营的一个品牌，但是它其实是教育部的一个计划。生了亚黑马该给吧，跟大家分享一下。好。我们这个计划执行了大概4年多了。最早它叫做教育部以学校为核心发展社区创新创业计划。那这个计划的核心精神是因为我们台湾未来大概因为少子化的关系，陆陆续续会有很多中小学大概会被裁并掉。尤其是其实没有立基金就有懂得有很多了。对对，那我们目前就是有几位老师，大概全台湾大概有20所大学吧，然后找了大概14所小学，在这个计划底下。然后去想我们如何透过大学的知识啊，或者是学生的资源投入，来跟着社区一起努力，看能不能用社区的力量把小学留住，而不是都是过度依赖政府的资源。所以其实这个品牌，它其实它的经营模式就是有部分是回到偏乡小学教育的。对，其实我们是因为我们认养了双联社区嘛，我们就到这边做踏查，就大学的老师跟学生进来以后，我们发现这个社区它的产业其实蛮成熟，就是大部分的家长。周边的居民都是在种大梨，那事实上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调查，我们发现它的那个梨的产值蛮多的，那我们就想，如果它的这里的梨是很重要的一个那个产业的话，为什么我们不认识它？后来学生们投入进去以后，我们才发现，它其实有非常多的优点，只是市场上大概不晓得。对，大家都会直接想到东市的水梨。对。那所以我们就后来发现，我们自己吃就觉得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梨。那是不是我们可以有一些合作？既然它已经很成熟，我们其实在这个既有的基础，应该就可以有一些突破。对，那我们就左思右想，因为我们又是企管系，所以企管系的学生进来很直观的就说，我们来做行销吧，想办法让这个市场认识这个地方的梨。所以从一开始的构思，我们就在想，我们可以用好的行销方式打造一个全新的品牌。只是这个品牌要怎么样有说服力，然后要符应这个计划的基本精神。所以我们后来就把双联国小的目前的很迫切的这种可能被裁并的问题，把它纳进我们的考虑里头。后来我们就以双联为名，因为这个地方也是双联社区嘛，我们就以双联为名，然后建构了一个品牌，就叫双联梨。然后让这个市场上知道说，其实有一些市场的梨很好吃，然后农友们很努力，然后学生们也在这个地方也很快乐，所以我们希望用好的方式。让增加农民的收入，然后这个收入还有一部分可以回馈到小学来，让这个小学让小朋友很自在的这种就学环境可以一直被永续下来。古时候你看哦，一个太理就会用暗用嘅方式，做得唔单枪帮助农民，还够又做得帮助也偏向好高嘅教育，希望家的真的不要有这样子被裁并校的可能。但是其实我想这个品牌能够成立，从要跟一个原因係因为它的品质一定要够好。
好，它才可以做出市场的区别。是，这个应该是品牌很中心的地方。对，其实我们一直在思考，我们如果要跟社区一起合作，那我们的利益又良善，我们希望消费者购买梨的时候，同时又可以挹注那个一些资源到学校来。其实很容易流于到一些讨论，就是我们究竟是要贩卖善心、爱心，还是我们其实要回到这个产品本身？那我们跟学生讨论，或者是我们合作的老师们彼此讨论，我们其实发现，我们还是要把最基本的产品的核心顾好。那很幸运的，双连社区的梨它本身的品质非常好，甜度很高，然后口味非常好，所以我们其实就在这个基础，反而希望能够永续学校、永续社区的这样的精神，只是一个附带的。对，它其实帮我们在这个市场上面打开来的是它的这个产品本身的优点。所以当然你相对要求这个梨的品质，你就必须要挑选农民他们种植的方式。在这部分，老师其实你们也有特别的规范跟挑选的原则。听说你们梨农合作的数量越来越少，是不是？因为越来越严格。其实我们挑选倒不是我们在栽作上面的方法的挑选，其实在双连社区的农友们每一个人都很兢兢业业，然后都很用心，因为那个是鲤鱼潭水库的上游嘛，所以事实上大家在栽种上面本来就很讲究。那反而是我们之所以人会有点减少，是因为这个品牌在市场上面的价值，它有它一定的约束。比如说我们就会跟农友大哥说，你的梨上面不可以有损伤啊，因为我们既然要打品牌，他就要拿一个很漂亮的水果交给市场上，然后或者是我们其实一般农友大哥他们过去的交易习惯是交给行口嘛，中间商，那他们不需要去面对那个末端消费者退换货的问题。可是我们自己来做品牌，我们就得接起电话来，或者是面对消费者的谩骂，那我们就必须第一时间要有一些应对。所以事实上，对很多合作的大哥们来说，他们不觉得跟我们合作轻松比较多，就是他反而觉得跟我们的合作很辛苦。那我很好奇，犹太高中嘛，该会共下来合作咯。俩哈，这个台湾的国内的消费市场啊，其实咧迄种浅碟型的市场，个市场啊，论一种以个人来讲，你的市场还算，经营的产量还算懂些啦，算小农用但是整体来讲，有那个天候的异动的时间，就会造成它把东西磨拉，或者讲生产过剩啊，就是说浅碟型的市场，假使我迄讲安尼来参加到了社会企业落去，我迄没增加一条安尼销售的通路嘛，做加一项出路安尼嘛，所以讲当初我哋就要经常。噶有可能，你做在学教用我人卖太哩，我要当废啊！但是经过有研究些，更做更有生命了安尼啊嘛。不过唐贡妹引力这个双连梨这个品牌被打响了之后，其实有一些周边的效益渐渐的出来。今年是第4年了嘛，对不对？有哪一些周边的效益？其实我们就是。我们一开始定调，我们就是一个社会企业。那这个社会企业为什么叫社会企业？其实它背后有很重要的精神，就是我们直接面对消费者，所以事实上我们可以用市场的价格去销售这个梨。我们收益会增加嘛？那这个增加，我们就会有一部分30%就是在回馈到大哥们身上，农友大哥们身上，然后另外30%我们就带给这个双连国小。那双连国小它等于是在它日常的这种校务基金当中又多了一笔额外的经费，他们就投入到他们的课程发展。比如说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突破，就是他们让小孩子开始关注父母亲的栽种历程。那像这样的一个经费，或者是上一些科学教育的经费，就来自双连梨的挹注。那当他愿意投入在教育投资上面的时候，其实周边的一些家长也会看到，所以他们就会带着学生来加入双连国小。所以其实它有一些效益，就是双连国小的学生数比往年我们刚刚开始到的时候还要稍微稳定一些。对，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因为有一个好的利益，就是我们希望对社区好，希望对偏乡教育好，所以事实上有很多的这种友善的企业，
就协助加入我们，就是一起来那个采购啊，或者是一起来销售等等。所以它从等于像是一个小小的种子，然后慢慢扩散到更多人愿意一起来合作。没错，那知道也係咧，多麼簡單嘅計劃，因為透過也欣賞韓國學生，韓國唔單槍一件好搞一隻課呢，聽聽哦，它可能是動動無腔嘅課呢，韓國有無腔嘅好搞，腔下來做一個合作，韓國同農民種出按優秀、按品質、按好嘅態理，腔下將有按用嘅計劃，上來一個計劃還有按到乜嘅內容，韓國也態理上來係乜嘅迷信咯，下一趟就會來同大家來講，所乜嘅松蓮嘅態理我按好食，我品質按好，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個進來。歡迎大家又轉到福起來咧，我係仲一群阿群妹，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一個消費企業，係有也到欣賞韓國學生嘅，佢到鄉下組成來到也苗栗大蘭，佢到鄉下創造也松蓮里安樣嘅品牌。韓國今日節目當中沒有搶到農民，好，我們都係由大哥來到節目同大家來分享。故說呀，松蓮嘅里耶，真件品質安好，你自家種幾多年呢？其實我安尼。30歲以前啊，迄隻稻農私田呢，因為都家下個有一長的時間，政府都稻田轉做沒有，主田當到嘅水梯田做改革，種出嘅果樹，多了下係差唔多，多了下來超過30年嘅，係48年時嘅啦，多了你30歲做餅做了，所以看幾多歲？做餅做了20歲就開始做到了下啦。古時候你種里耶種也32年呢，呀哈啲松蓮沙琪泰里嘅品種，大概有哪啲？其實誒泰里啊，做得最早下都松蓮天氣，做係那個淺山那種誒，做喺那黃山裡面，食材講喺那黃山裡嘅品質啊，吼。冇親好，因為黃山你就會本土誒。係啦。啊，伊對頭擺哦，喺以前種到有，做多少位會落去那個文史，做咁多市場出賣啦哦。其他多數直接送到工廠去做罐頭了地位咩？啊，佢係一個階段性嘅啦。做後來做講嗰因為台灣較要都喺台灣發展精緻農業咩吼，所以在農業轉型，有都安尼有安尼因緣機會、因緣巧合，佢有個退休的老師啊吼，佢從離山拿出來個啲新個啲無形那個花苞啊吼，就拿出來安尼黃山里向食。用食嘅。係啦，都係安尼。無心插柳子當中安尼，講嘅高階里嘛，係啦，用食嘅方式，係那個鐵台高階里，所以安尼，我知道安尼接主地咯吼，後擺出經去，鐵咧就先接為開發為大理嘅咩吼，後來佢當咧，後擺到嘅就就開始現種，佢那種嘅較絲差吧嘛，但是到最尾吼，你話讀到嘅就倆面試。都市場好青島嘅新興里，對，古時候像安陽嘅品種嘅里，大家會想講，董事沒有啊，確實董事沒有種，不過松蓮沙琪嘅環境條件同董事沒冇共用，古時候種出來嘅泰里當然味道沒冇乜嘅共用，呀就來請邱大哥同大家來分享一下，呀董事嘅泰里有乜嘅特色？不是董事啊，松蓮沙琪嘅泰里有乜嘅特色？你下子講。松蓮天氣啊，吼，伊迄都按照李永潭水庫嘅集水區啦，真正嘅集水區。伊個所在甲下子講，伊政府都同意個做了淺層嘅開發，啊，你做種果樹啊，你莫去大面積去移動嘅，係啦，啊，做佢做一個後來就講，那啲就真是親手用嘅除草劑了，吼。啊，多了後來因為當到產品吼，因為競爭當條，啊，確實用除草劑過後嘅個嘢品質，迄老冇用除草劑嘅，有差異。呀，迄唔似㗎，超有感覺嘅。其實
我用除草剂其实没滴，只是讲掠下人工匮乏，冇办法去可不讲而用。但上面提讲用草生栽培老盖的除草剂跟你差。惯性做法。嘿啦，一定有这样啊。至于讲填土方面，讲实在啦，一粒梨也好食唔好食，个填土啊吼，係用人家的目测看唔會準，你要用儀器。但是如果人迄個托你粒梨嘅較下吼，人一聽做托安尼，伊個性較端正咧，吼，較髒，安尼講較髒當嘅啦，吼，啊個表皮光滑，吼，撒下來就掠下就，因為掠下個呢個生命有價咩，方方東西啊，吼。一天出愛有安尼，通過認證呀。係啦。古時候沒有通過這個藥品的檢驗，藥物的檢驗。啲下是講是當到消費者做，也唔係個消費者，做講當到以前基因譜啊，吼，啲下基因譜退場嘅呢啊，做嘛呢？其實基因譜佢係個當好嘅個機構，對，佢，但是好像做講佢不願意去挑風險要落來啦，吼。其實講吼，我夾個個基因譜啊，佢整個都產地天咯，上去市場佢冇負責，快咧，安尼做咩多啊，吼，到市場方做幾人去個，當到消費者就要求，有第三方公證，所以我哋就有個產品喺面前啊，就專門送到中興大學去檢驗。有去檢驗。唔過我還有看到伊咧堅持要200日。200日係用嚟算出來嘅。那200日的定義啊，就講在過去就講，因為人種梨嘅總係有研究嚟咩？伊研究嘅經驗當中啊，吼，此度就講，你要接好開始算啊，200日來以收成個下吼，嘅品質就係清好食嘅時間。安尼你當到蔬菜接落去都雜嘅時，200日佢當。掉唔起啦，掉唔起，所以講人哋講日夜溫差，做嘛講日夜溫差會產生果子嘅嗰啲品質。因為佢主要呢，人哋植物啊，果樹，佢拄到熱頭嘅高溫家下，佢就生長。對。到暗部頭嘅嘢，人啊去後，佢拉到寒天落嘅呢，佢就開始安尼養分回流。佢要說係養分回流抗到樹嘅吼，天熱頭又來。又開始生長出來，所以不斷的一個鍛鍊用嘅嘛，生長回流，生長回流，就造成到很多日夜溫差。松臉沙起，個日夜溫差沒動態。係啦，記住有安尼地形的效果啦。古時候也着黏鹽嘛，佮加上本地地理環境嘅條件，增本松臉嘅態梨有安好嘅品質。唔過我咪想來問哦，也花苞剛剛有講到係用夾嘅嘛，夾到因本土嘅也黃山梨嘅樹嘅蛋糕。唔過也夾嘅花苞係對哪來嘅啊？最早下夾嘅花苞係從梨山來，但後來就講因為梨山嘅樹嘅梨山嘅嗰啲總量啊，吼，已經冇辦法按到嘅農民使用嘅。後尾就全部用日本嘅啊，日本嘅梨嘅花含漿哦，看到嘅泡色嘅，古時候係日本落來嘅花苞。聽到做下就日本後來又加入大陸嘅啦，大陸嘅，但是大陸一出就大概成效唔好，還係大家人係用嚟日本嘅花苞，所以講日本多啲下來講，農夫嘅取得嘅成本當。係咪有可能用台灣，再個用在台灣本土嘅冇？第下如果第下嘅前列經驗嘅嚇，因為農業場有研發一種很多寶島甘露，可能係咪有機會？係啦，但是你下做青港嘅做寶島甘露啊，還有一啲後續嘅法律問題啦。當然，佢農業場佢做好嘅梨嘅，佢授權俾民間嘅嚇，但係授權方式係唔掂啦嚇。在後尾主講梨嘅下嘅花苞到
一道素材可做得起得，做得买得到。但是你个甘露梨的什么叫丝啊？宝岛甘露梨，迄本人注册摕的呀。哦，假使讲一旦你用到了宝岛甘露梨，你讲个只宝岛甘露梨，哪有七个丝？跟无买想法。如果你有爱卖，就有商标的问题。对，你看说哪一市场卖，你除非有跟人商标法的问题，所以说你要说后续就还有都是一些的法律上的法律责任的问题啦。但是讲这种，假使讲真是宝岛甘露梨的迄种最用得的话，行业都按对日本的依赖，就唔是按台的。因为像台湾，开始有按用嘅精致农业开始，一切以来，那水果嘅品质就更来更好诶，包含像呀泰梨夹的方式，这个嫁接的技术，我是看讲嘅就是的哇，呀台湾人用会弄紧按好，按用就发明出来，因为台湾应该係唯一有按用夹梨嘅种法，对不对？对。哇，真嘅係按台湾农业嘅骄傲，睇個做想想老發接到按本土嘅梨嘅蘇蛋糕，係唔係動腔嘅技術？不過還有含較多有關松蓮梨嘅故事，愛同大家分享。先休息，下等下再講進來。歡迎大家又轉到福喜來嘅節目現場，接下來愛同大家來分享就係福喜來嘅節目改版以後嘅新單元，到廣式農民啦，廣式農民啦，今日要愛請呢邱大哥同大家來分享，上來呀泰梨呀，喺嗰個市場按用嘅托，將會托到好嘅泰梨，韓國買咗嚟愛保存按用嘅標，將做得標較久到，也係講做唔得標按久啊，夾夾身體，請邱大哥同大家來分享一下。安尼啦吼，腔雜問題啦，安尼問啦，以前唔能用啊，去托泰梨，去物色泰梨啊。完蛋了，我唔會啦。你啊，這個吼，當然你啊就你啊多了下來去嘅，喏做乜嘅東西都含高精緻咩？一聽愛安尼，看到有個顏色較鮮亮、較鮮豔，係啦。哦，不過也係像呀泰梨呀，有些長長呀、黃黃安樣。哦，你睇唔做講到這。你人講到重點，你人講要強強旺旺，那個做招朋友啊，當到去個很多外商連鎖個大型超市啊，哦，佢去買到嗰種安尼，假梨安尼規則嘅安尼土黃色咩？哦，規則土黃色，佢講我講，人個梨唔正，假個梨真係正，色彩嗰種人色彩安尼講，我去當面講，我講色彩很啱你啊，嗰種嘅產品啊，吼。對台灣來講，差不多20年前，嗰很多個過時的產品，真是嗰個過時的產品。我哋就最早下面做嗰種型嘅，嗰種顏色，所以後來去嘅吼，我要展現特色。啊，嗰啲在安尼做這個無形當中啊，發現到跟一個搶色的梨嘅吼，加透光性較高嘅吼，表示加個呢，使佢個口感老脆土啊，吼，使佢加動車嘅動物色。啊，多報名啊！你就將會專門來做安尼，做個長長。古時也長長嘅嘢，係因為佢有車土，會透光。而個套袋啊，哦，套袋有長青頭。啊，唔係講我做個呢土黃色嘅嗰啲黃黃嘅哦，佢必須加個啲胎葉必須要完全100%遮光嘅，冇光線做唔嚟落去嘅。啊，我哋就用嘅係很多。就是普通的模糊，就是透光嘅台透光袋。啊，我哋透水里還有一個青蔥油就係加個沖涼，因為起價就做得來算呢。不過有一個就係講加個口感，它的細緻的程度，以為泰梨食起來會一樣粗，有冇？安尼啦，你無熟嘅梨嘅咬起來就像安尼，特別有個顆粒樣。先來吃看吶，你說嘅泰梨，除了也係有誒。做得。哦，有。係啦，咬到唔會安尼條安尼嗒滾啦，嗬。嗰表示人個肉質較油啦，有的肉質它除了咬完之後安尼嗒滾樣嘅。很多水哦。根本有很多水梨。好吃。我說 no boy 有辦法看冇？其實啲水梨啊，嗬，唔講嘅甜度，你用安尼目測看啦。冇辦法。那個果實的粗細呢？如果人個光
没个用看过嘿啦，有夹骨个安尼，看安尼较冷冷鲜的，嘿啦嘿啦，自然夹个主角安尼，较讲咩？你无熟个历史我安尼褪色，叫我讲。古时候给买东西不看哦，都在冰几久。哦，你这个以前就像熟好啊吼，比我平常有稍微冷藏过，你看口感我看啊吼。哦，口感还那好。哦，古时候开里要白锅这样好。嘿，白锅有一种某同款的风味啦，但是个保存，那个真是要保存哦，冇熟好啦。嘿啦，给冇熟好，伊做在冰几用的冰。实在是目标很高。哦，夹夹实体。因为凭着暗号嘅故事听说夹夹实体啦。不过你像按用嘅双联里啊个品牌啊，刚才有讲到我们南昌要中演台号，其实那个一类台号是台南大学也有一起加入，但是加入之后学校怎么样的分工，在中原大学也有不同的科系来做分工，是怎么样分工来建立这个品牌？其实我们总共有3个系啦，2个是中原大学有企管系，然后有商业设计系。那台南大学只是行政管理学系的老师带着学生来。那我们知道台南大学的前身其实是台南师范学院，所以他们对小学的教育本来就有很多的关心，所以他们学生进来，他们就比较像是到地方去采风，然后去收集地方的故事。那很重要的是，我们其实，在双连听到一个很感人的故事，就是双连国小办50年校庆的时候，席开了60桌，回来了600-700人这样，对啊，就很热闹。可是这个活动结束以后，人又各自回到都市里面去工作，所以事实上，大家对这个社区、对这个学校，它是有一些共同记忆的。所以那个台南大学的老师跟学生们，他们主要就在想办法把我们那个散落在台湾各地的双连社区的伙伴们，一起到这个Facebook 的那个粉丝专页里头，一起分享彼此的故事。所以他们的角色是把这个人文我们流失的一些记忆，尝试着留下来。对，那我们中原大学就是企管系就走比较不一样的风格嘛，我们就去调查这个产业，看看市场上到底能够接受什么样的价格，然后我们应该怎么样打这个品牌。那我们有一个初步的构想之后，其实我们就要让这个品牌的辨识系统让它建构起来，所以我们就邀请了商业设计系的老师一起加入，所以就有了这个对很美耶，这个礼盒可能就东西买来送你，真的，而且听说这个是在高级百货公司的超市贩售。对，我们目前主要都是在那个 City Super 里头协助我们贩售。那事实上，我们背后的精神很重要啦，就是我们不太可能，刚刚一开始有提到，就是整个双连社区它的产值其实蛮大的。是。那说真的，一个小小的社会企业，它不太可能兼顾到所有的人。对。所以我们的做法就是，我们跟少数的农友大哥们合作，然后让市场上面听到双连梨的故事，然后知道双连梨的品牌，然后让消费者可能他到他的果菜市场，他就会问你们有没有双连梨啊？对，类似用这样子的方式，间接的带起整个双连社区它的水果的产值啊。所以其实我们才需要走比较精致的超市，让它的整个品牌的价值感，它是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没错，韩公改之后，雅德给品牌建立的非常的适切，因为你看它叫双连梨，就是因为双连国小跟双连社区，它其实连 logo 都跟双连社区有关系。对，其实它的 logo 本身当然是梨的颜色，然后它上面有2个颜色，蓝色跟红色，其实是双连国小它的学校的本身的原色。那就双连国小自己有个 logo， 然后我们就依照双连社区跟梨的这样概念设计这样的一个 logo。而且这个盒子，那个书味很结实的感觉，并且真劲动吼。我们讲其实亚哈品牌经营4年的时间呢，呀4年以前一开始學校落來、線上落來、學生嘅落來，沙琪嘅看法係乜嘅？我當初啊，4年沙琪，人講客家話講。其實伊就都壁立角度方嘅，但伊隱秘嘅沙。相比咧沒有呢年嘅，非常多嘅了解嘛，咁都壁立角嘅感覺。所以話有呢嚟講，我有兩台遊覽車呢，浩浩蕩蕩來嘅啊。嗰種係所以講你係對我煮麥嘅，買叫嚟啊買家下煮我買教育部嘅麥喺度。鐵棒啊！係啦。其實係學生嘅。我做物嘅東西哦，唔講我買梨，我買農產品，農政單位、農委會嚟就出來買，唔當錯。你睇下學校嘅教育單位嚟買，
佮就像人家台湾人讲，只是个小口的伤风感冒，去请那内科医生来做好咩？你还没唱富山歌的时阵，个医生来，我说我做有嘛吹烟冇啦吼，但是经过长时间的磨合过后啊吼。我都不采我啲嘅我嘅沙期佢第四批加我動態上嚟講，人家話吼，已經創造了雙聯嘅歷史啦吼，人家都老雙聯的一個歷史的下頭一片，當非常光榮燦爛的一團咩啊！自公巴團人家講理嘅講就，自公巴團沒冇嘛講雙聯理，雖然有雙聯理，其實我雙聯理有辦法去。老规则个沙企嘅收益嘛，但是念史以你的规模很大些，还冇办法。但是一旦迄个规模做大嘅话，一定有啊。但是念前就讲，当然以你双年里有一些的一个名气落去啊，当然就会讲，哦，我那虽然没双年里，但是爱係双年的里啦啊。不过也没去用老双联沙企这个名称让大家知道。相对的，其实南枪蹦出这个双联社区而已。其实这个经费还有一部分拿去呀演在台东的长滨国小。对，其实就是我们说我们因为利益很良善，所以有很多的那个慈善单位他就看到我们。因为我们不是在贩卖爱心，其实我们是用一个正常的贩卖高品质的水果。对，然后其实是本来民众他就会花费这样的钱去买水果，那我们就是透过这样子的方法，然后在你购买我们的水果的时候，我们同时给了一笔这个教育基金。对。那因为有很好的那个单位，他看到了我们，然后因为他常年都在挹注那个长滨国小，所以他就想，那我们为什么不来用一个很好的良性循环？就是透过跟我们采购水梨，然后贩卖水梨的收入拨一部分再挹注到长滨国小，让它变成一个很正向的循环。对。不要再只是依赖特定的这种慈善单位掏腰包，而是用一个好的商业模式自筹经费，然后把赚来的钱挹注到本来我们就要挹注的那个单位里头，对，让它这个那个资金的那个流动产生更大的效果。而且其实我知道，像按用嘅顺范嘅方式，唔单想做得天数农民，又像我一开始讲嘅，又做得来天数也偏向嘅教育。故作今日真嘅非常感謝兩位來同大家來分享按道嘅故事，謝謝尤太哥，謝謝老師，神夢兩位。香港嘅神夢各位電視機頭前觀眾朋友嘅收看，休息一下，向下來聽通一下哦。